千变万化的挂菜，挂菜可买可买，毋是逐人拢兴食。毋过生过甲拍过的挂菜，伫台湾料理人真重要。咱来熟悉挂菜。挂菜足侪种，规丛为叶仔、茎、根、甲籽，拢会使食。按照食的部位，有专门食叶仔的，内面都有小挂，是有扁角甲圆角，是炒来食的细丛挂菜。也有大丛的大叶挂菜，青色的叶仔较大。寒人较济是包心挂菜，包心挂菜的菜价较厚较肉。包心挂菜会使炒，嘛会使煮汤。大叶挂菜也是包心挂菜，拢有人摕来生，甲拍做咸菜、泡菜甲梅干菜。挂菜骨较大枝的种，有大心挂菜甲四川挂菜。大心挂菜是中圆的骨，一支直直袂细枝，会使炒，会使煮汤，嘛有摕来生菜心。四川挂菜是骨规圆，外表密密毛毛，是摕来做四川榨菜。主要食根的挂菜，烤起来的根像细粒菜头，较咸。台湾较少看到种来食根的挂菜，毋过伊甲大头菜是亲情，因为挂菜、高丽菜、菜头拢是12花科的家族。挂菜的种子足细粒，挂菜籽浸过淡水、醋，也是酒，就是芥末酱。挂菜籽嘛会使煎油做菜籽油。华语甲黄色的芥末酱，甲青色的哇沙米，拢讲是芥末。其实这两项无同款。黄色的酱是挂菜籽做的芥末，哇沙米毋是挂菜籽做的，是山葵磨做酱。一般挂菜拢是利用稻仔挂了的浪芳，11月时点籽落去种，2个月就会收成。苗栗、云林、嘉义拢有种挂菜，毋过主要的挂菜加工是伫苗栗公馆，遐的挂菜价较高，佮较脆，适合做泡菜。挂菜的加工主要分做3种：咸菜，就是挂菜挂起来了后，先曝日曝1-2天，也粗盐去搭，也是烂，挂菜变软，才放入去甕仔也是桶仔内底，顶面用石头底咧，等几工互失水，佮淋盐烂到发芽，挂菜会变黄色，就变做咸菜。咸菜用途多，炒菜、炒肉、煮汤、牛肉面、挂包，拢有淋咸菜。泡菜是搁再加工的咸菜。生过的咸菜摕出来洗，伫田林晒，做3-4摆，一直到3斤咸菜变做1斤，装入去罐仔内面，等候伊发芽，就变做泡菜，会使炒也是煮汤。李桥伫草木温情有写着泡菜的泡有政治颠覆的意涵，所以后来华语就改做雅化的福菜。梅干菜客语讲咸菜干、咸菜馆，台语也是叫泡菜。
伊甲真正诶泡菜无共，是甲泡菜诶尾，也是落落来诶叶啊，继续泡甲焦，就是梅干菜，会使放诚久，拢袂歹去。咸菜干上适合煮肉，若用炊会较芳。挂菜嘛号做长年菜，寒人上吊时，过年诶时会食挂菜，代表食饱岁。阁有一种讲法是，挂菜食咧苦尾苦尾，辛苦过来会甘，所以有甘苦头开外尾的意思。也有一个讲法，因为地主是请长工种做，长工一冬干那休过年，所以因若食到挂菜，就知影要回去厝过年啊。所以挂菜叫做长年菜。6月挂菜加有心，12月挂菜有心，意思是劝人毋通虚情假意，爱像12月挂菜同款有心，真心诚意对待人。台语的12月挂菜是有心，客语的12月挂菜煞是伤心。客语讲伤心，就是挂菜要开花，要生咸菜也是泡菜，就用青的挂菜。若等到伤心开花，就伤歌伤慢啊。客语伤心甲伤心同音，所以12月挂菜变做形容人拄着伤心的代志。